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时关嘅欢收看8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已经提出民进党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想以无党籍身份来参选市长。苏焕智表示，因为民进党已经离民意愈来愈远，嘛违背民主精神，所以要借这摆选战来推动台湾的离厝民主运动，用进步力量来反转台南。提出民进党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伫今日下午10点，以着无党籍的身份登记参选年底台南市长的选举。苏焕智表示，伊这届参选是因为使命感，予伊决定站出来。因为看到台湾整体环境愈来愈歹，伊希望要来推动着台湾的第二届民主运动带来改变。我这一次的参选，其实有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种使命感了哈。坦白讲，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其实主要的这一次就是要推动台湾的2次民主运动哈。那为什么要推动这个台湾2次民主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南北的差距实在是越拉越大，然后城乡差距是越拉越大。那么让很多年轻人都必须要漂泊离开故乡，那么这个制度上怎么改革？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这一次那么在投入这个政治改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使命了哈。民进党的执政目前的状况呢，的确是偏离了台湾民主运动的初心了。那么我们对这一次的选战呢，虽然目前有一些朋友并不是看好我们的选情。但是我们相信，从不满意度的对执政不满意度，家庭大的无满意度啦吼，咱看出来讲，那么整个这一次的选战呢，仍然有翻转的机会。那么这个翻转的机会是等到人民在最后觉醒，需要改变，不改变台湾没有机会，不改变台南也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对整个翻转呢，仍然是充满着信心。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伫咧伊的牵手，甲济支持者的协调之下，顺利来完成了登记台南市长候选人的手续。伫咧完成迄一刻，支持者也热情大声喊着当选。苏焕智嘛来表示，虽然目前外界大部分拢无看好伊的选情，但伊认为民进党执政无满意度相当的悬。人民对着执政者相当失望，所以这届选战有望有翻转的机会。伊对家己充满信心。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另外，台南龙江区牛埔里长的陈永和，因为因当地要设立废弃物掩埋场的空间当中，对政府不满，感觉失望。为了守护家己的故乡，陈永和决心站出来参选市长，而且一路坚持拢无放弃，上午嘛正式完成市长登记。以着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的陈永和，今仔日下午谈93岁母亲以及伊的牵手甲查某囝的陪同之下，一家伙前往着台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台南市长。伊来表示，家己参选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要守护伊的家园，守护这片土地。我今仔日要来登记市长参选人。我是真正用心、用真，要来表示讲，阮规家伙仔人对台湾这个土地，阮要来好好来甲守护落来。阮绝对要甲台湾加留一个大自然的公园。阮嘛无爱，互台南市搁再加一个有毒的掩埋场，伫迄个河川的顶游。我感觉讲。阮的主张是对的，阮是要发展无烟囱的工业，阮绝对无爱有毒的四 A 废弃物。伫阮的故乡，甲阮做安尼，今仔日若是如果牛埔会当来带这个有毒的废弃物，若是2人溪的上游可以掩埋有毒的废弃物，
那我要请问大家，我要请问政府，台湾有哪里不能掩埋？袂使讲为着要处理一寡有毒的物件，就乌白囥，绝对无可能讲用阮这个政府继续搁再来污染这个土地，要留互子孙的，就是清气的土地，绝对无爱留一个粪扫地，互咱的子孙。面对选情的问题，陈英和表示伊相当有信心，因为厝内面的人对伊93岁的妈妈、到伊的某、甲伊的查囝，每一届府选拢会胜选，已经有6届府选成功的记录。另外，陈英和也是第一个抱着现金来缴纳保证金的参选人。选务会人员也表示，这么大笔的保证金用现金缴纳，实在是真罕见。另外，陈英和也来表示，伊未来成立任何政治现金的小户，伊不爱用钱来拍选战，伊会用心、用诚意来拍选战，让台南的民众真真正正了解到伊为台南的用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旧年年底选举愈来愈近，这礼拜嘛拢是选举的登记，其中15位国民党议员候选人选伫上午推出共同的政见，包括65岁以上中辈健保费比较高雄，以及退回加冻涨办公税等民生的政见，希望民众会当支持因，互因全部当选。第3届台南市议员选举将伫年底登场，国民党即摆推出22位议员参选，其中嘛包括10位新人。30号上午，由书记长罗坤浩带领15位议员候选人共同召开记者会，针对民众上届关心的2个民生议题提出政见。伊雇佣65岁以上是唔免缴健保费用嘞，咱就比较雇佣就好啊。所以，而且第二个证件就是106年跟107年，他回推15年的房子，这是不公不义的那个房屋税。108年我们要冻涨，这安尼较对咱的市民较会交代志，较会当讲咱的税收，甲其他别区、别县市比起来，咱的税收是无共款的。而且咱的税收是比别人更加重，这是不合理的，不公不义。今仔日，我们是负责任的。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是要符合我们台南市的经济，无希望讲咱讲出来是别人袂当接受。阮爱比较，用比较，咱是比其他县市更较有能力的。为什么高雄市因的负债比咱较济，因的福利还阁咱比咱较好，咱就想做袂开啊。所以，阮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这是负责任的。罗坤浩表示，国民党听到乡亲的怨叹，了解乡亲的痛苦，嘛希望台南的乡亲和国民党机会，或者22位议员候选人全部过关，替乡亲服务。强棒出击！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咱台南市号称智慧城市，不过伫电子票证甲支付顶面，议员董品娥却认为输人舔舔，要求应该增加诱因，加强推广。另外，伊嘛关心路里门溪本土严重影响渔民探家，要求市府协助改善。台南市市蚵仔产量一吨有5700吨，大约占全国70%的需求。不过，议员汤品娥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关心渔民的生活，尤其鹿里门溪每年积沙，2月清完，5月就要开始积，上浅的只有80公分，要求农业甲水利单位要加强清沙。实际上，到出海口去看这淤积的情况，我要求啊，不看还好啊，一看真的是不得了啊！你看看这一些，这已经是涨潮的时候去了。因为船底到水底只有底80公分啊，所以这摆啊，都容易会搁浅，甚至啊，官府呢，市政府这边遮每年原来拢有去做抽刷的一个工课，因为这你若假使讲要彻底去甲迄个可能爱去做这防沙的防波堤才有法度啦即摆现主是即摆就是讲，咱先处理讲，会当互这个
蚵仔面吼，伊的牌啊吼，船啊会当通过安尼啦。另外，伫个电子票证甲支付顶面，议员汤品湖嘛认为，还佫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尤其伫个缴费系统，议员认为，咱市逐档爱互代收的单位一档大约3200万的代收费。如果会用将代收费直接回馈予市民，相信对提升使用电子支付一定有真大的诱因。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根据中央的天然灾害救助办法，饮水要超过50公分才有通补助。不过，伫咱市即摆水灾大约2万户严重受灾害，所以议员林志聪上午伫总咨询嘛，希望市府会当动用第二预备金，对全部的受灾户拢有一点仔补偿。根据初估，即届823水灾，咱市大约有2万户来饮水，其中达到救助标准。饮水超过50公分，就有9000外户。议员林志聪认为，同款是遭受水患，为何救助的标准要规定50公分？询问市府是毋是可能动用第二预备金，对全部的受灾户一点仔弥补。即个第二预备金来用者嘛拄仔好尔呢。为什么中央规定恁50公分，你就死钉钉就一定要50公分嘛？咱地方自治呢，地方自治呢？那么，咱的财力若有法度去，甲咱50公分以下才会受灾户来加减来做一下理想，做一下弥补，嘛应该真好的工课啊，真好代志啊。为什么恁就一定要局限是这个50公分呢？50公分是怎规定的？中央规定的，中央是做一个人规定的。伊是这已经差不多有20几年的，民国80几年就规定。20几年的经济部的一个统一规定嘛。这20几年。我了解大概我了解咱受淹水的这个乡亲哈，大概感觉讲我那淹40公分嘛是损失并不会跟比50公分少，所以大概也感觉迄个心里面会有一些能够觉得不平衡或者不舒服的地方。除了反映灾民的心声，另外议员嘛针对抽水站的位置、甲平时抽水机的维护，和市府探讨。议员举安顺寮甲山上排水为例，因为安定港口原本就地势较低，伫个内水宣泄袂赴，就要靠抽水机来抽水。因此要求水利局要加紧争取抽水站的设立。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同款关心饮水议题，也个议员单调来。议员认为，虽然中央社会救助法有规定，民众一旦受灾，政府伫第一时间需要运送物资。不过，伫即摆水灾，议员认为政府却无伫第一时间来启动作为，所以提出对灾害救助检讨。透过这一张一张饮水的相片，画因甲腰，画因甲骹有，济灾民拢被安置伫个庙内或者活动中心。伫个灾民进退两难的状况，议员单调来伫个第一时间，却无看到政府启动物资的运送，甚至连中央要求的对受灾户认定要从宽、从优、甲从速办理，结果第一线的区公所却要求要看到公文才会办理，互议员相当的愤慨。备用马达，你将来要怎么处理？备用马达，伫还未淹水的时阵，人里长就咧讨啊讨无。这第一个要怎处理吼？你等下做伙回答。第二，依据社会救助法第26条，其他的相关的规范就是像分析讲的，从宽处理，你的看法，你是否也呼吁一下各区公所，在这个地方呼吁一下区公所？移动抽水机这个部分吼。也是抽水站这个部分，咱这几年已经按合并之后100几台，已经增加到300几台，也增设了很多了哈。但是确实迄个量还是不够，所以我未来会这样来处理，就是讲，有一些那较济台的所在，咱大概做固定式的，当然爱塔管，就唔惊淹水，迄个，纵使淹水还是能够持续的操作，不会被淹坏那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些移动式机组就会有汰换下来，那这样的话，那一些移动机组，咱就把它作为这个活动，就是等于是资源性的机组。从宽从速，确实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便民，比如讲，伊若无相片、无水痕，但是隔壁也是附近同一条街啊，伊就淹50公分，遐有证明，你就会使，咱公所就会使迄个有迄个水线，
好，也是讲用测量的方式的，也在去到协助认定，不用说在住户一定要提供照片啦。等于讲，伫隔壁是讲附近的这个街啊，伊就有共款这个水准。所以你嘛是讲叫公所爱较活骨的啦，唔能死头壳啦。是啊，无一定讲一定每一户爱有相片。另外，针对灾害补助，议员希望会用个拍破50公分的标准，并且以8八水灾为例，有分20公分以下、20到50公分以及50公分以上的宽裕设施。不过，市长认为，因为8八水灾用的是善款，不是公部门的预算。至于从款部分，市长认为，如果受灾户不一定逐户拢爱提出相片，市府会依照事实来协助灾民做认定。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来自德国的2位钢琴才子将练手用金钟刺客 PK 比赛模式要来表演，而且各位互观众投票决定送大卡好，相当意思。其实因哋希望借此互古典音乐有全新的呈现，所以9月2号嘛要请民众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来欣赏，嘛甲因互动。德国钢琴王子安德烈亚斯肯恩甲保罗西比斯伫钢琴大斗法当中。分别化身成为白天使甲黑武士，各自演奏因上界厉害曲目，大战5回合。每一个回合结束了后，互观众投票来决定最后什么人会当胜出。2011年开始连续4档，伫台湾进行钢琴大斗法巡回演出，得到大批乐迷热烈的回响。2018年。推出全新3.0进化版终极淘汰赛，场景设定为2位钢琴家，为了争取晋级的机会，将依照高超的技术甲趣味轻松的演出方式，伫舞台顶竞赛。为了营造紧张的真实气氛，佮特别设计电视导播甲助理2个角色，来考验2位钢琴家的临场反应。由联合社会文创甲亚裔艺术所举办的钢琴大斗法第3部曲终极淘汰赛，9月份伫台湾将演出3场，为古典乐章到流行乐曲，要为台湾的观众带来好听、好看又阁好耍的钢琴响演。9月2号下晡3点，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欢迎民众买票前往观赏。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由市农会所主办的台南假日农市，因为所卖农渔产品拢是来自全台湾由一个品牌，所以成立18档来受到消费者捧场。而农会为了扩大服务，对9月份开始改做每礼拜拜6、礼拜6营业，要将多元优质的农特产品销解予更较侪人知影。台南假日农市成立将近18档，深深受到大台南地区乡亲的喜爱。真侪民众拢会趁着假日农市举办的时阵，
去采购来自全台各地优质而且安全有保障的农特产品。为了扩大服务，台南市农会将以往隔周拜六礼拜开市的时间，为9月份开始改做每礼拜的拜六礼拜拢有举办，希望会当替农渔民以及市民朋友，甚至是外地游客，创造多赢的局面。今年的9月1号开始呢，因为我们也配合了台南市政府观光局的这个市区的观光呢，我们假日农事周办，从过去的24周，现在改成每周，从假日礼拜六、礼拜天，除了政府这个台风还有下大雨达到这个市政府颁布的这个不上班不上课停办以外呢，我们周办，希望我们除了提供给我们这个台南市民来做采购，然后做 DIY 等等，直接跟农户的交流之外呢，我们希望也能够达到我们国里各县市的，甚至于我们国外的旅游来到台南市旅游，我们假日农事都一个旅游采购之点。9月份的假日农市，主办单位嘛送出多项的好康，民众只要伫现场消费超过500块，就会当领出一个环保的购物袋啊，阁有消费满千送抵用券的活动。喜爱优质农特产品的市民朋友，拜六礼拜爱会记得来现场行看看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连日下大雨，各地灾情不断，其中咱安南区西侧里的洪峰拿，由于排水设计不良，造成大雨将垃圾水拢流到气温，互市民严重的损失。所以，立委陈廷辉紧急邀集相关单位来会勘，希望帮助市民解决问题。伊咱看到画面当中的气温拢分别清楚改善，对咱连日来好大雨影响，上界主要原因就是气温边的洪峰拿排水系统设计不良，使得好大雨将整个洪峰拿的垃圾水冲破原本市民家己建设土地，而垃圾水流到气温内面所饲的鱼虾损失惨重。毛市民向立委陈廷辉甲副议长郭信良တင်情。30个上午，立委紧急邀集相关单位到场会勘，要求尽速处理。今仔日特别邀请啦，咱足侪单位啦，5-6个单位一道来勘察到咱视测整个咱渔温去有这个防风林这个土堤被冲破，造成着洪峰拿伊所有的这个污水冲过来到渔温造成所有的损失因为防风林到目前为止伊无做好排水系统，造成着这道大雨，咱的水四处流窜。结果水就冲破掉咱所温的土堤，嘛因为咱防风林没有做好它的防备，造成民众的损失，所以这道特别要求着咱相关单位爱紧甲咱的这个破坑，甲紧甲补起来，所以由水利局赶紧补起来，咱有林务局爱赶紧针对着排水系统甲所有的防备系统防护系统，家己爱做起来，袂使靠民众家己温的土地。安尼是无够的，所以这道真正是感觉讲非常的恐怖竟然咱的防风林的处置是这样子所以林务局答应讲因会赶紧用着紧急厂商来做处理。会由水利局先用沙包做紧急的处理，未来嘛将由林务局做好洪峰内排水加防雨堤防。渔民的损失嘛将由区公所提报农业局，希望帮助渔民解决问题。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来，我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就是这分有时乌阴，短暂转好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8月30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